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下晡新闻，我是麦尚阳。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上北环状线预计2031年完工，不过负责车辆供应的法国业者所传出资金可能来自中国，机关提醒政府要加注意。外清朝接见前美军印太司令访问团，感谢美国协助提升防卫力量。也那日本总机关高市早苗来台湾，也讲要加强合作。气象署预测讲，今年黄霜雨在5月中旬以后，另外拜四方面通过各会落雨，中部以北可能会单雷公，要加注意。好，先来关心的是上北环状线北环段，也有南环段是预计在2031年会当完工。最近台北市议员是讲，这负责车辆供应的法国业者，也就是阿尔斯通，捌伫美国也有中国发生过这个自动门的公安事故，而且因的资金可能是来自中国，所以提醒台北市政府应该要严格审查。完工了后，一摆串联台北、新北、双北环状线持续分区段在施工当中，其中北环段和南环段两大部分对新庄到台北和对新店到动物园站是按算在2031年来完工，但即马双方标出车的主系统有中资的疑虑。参与标案的这个设备商疑似有这个中国的官方背景。那除此之外，过去在美国也频传有意外甚至于被调查。我想市府单位是有这个责任要严格把关。各界是真烦恼，因为南环北环段代表的车的厂商是发商阿尔斯通，不过厂商进一步选的车门系统的供应商是南京的空尼机电，是设立伫中国南京，上大的股东是南京工程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中国国有的企业。过去公公司的产品，搁捌伫纽约2摆发生车门熊拍开，298台列车分别咧停驶的事件，含伫中铁、台联地铁，嘛伫2023年3月发生过真相同的事件。分包商既然是代为履行同包商的契约，如果主采购契约规范不能选用中资产品，则分包商所选购之系统也应该要同样受到主契约的规范。照台北市政府采购契约管理要点，有明确规范通包商袂当是中资，不过包商选的供应商是无特别要求，外界嘛希望讲规定会当更较完善。依照契约的规定，承揽主厂商对于每一个系统，包含设备零组件，于设计发展的期间，皆需提供概念设计、细部设计等文件，来供业主进行审查核定。政府局强调讲，供应商的主系统元件嘛，拢爱经过合格测试和验证。目前车门系统各伫细部设计审查的阶段，会严格审查来确保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另外来看总统赖清德呢，今仔日是来接见由前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带来的访问团。总统表示讲，伫台湾关系法46周年的时阵，伊正感谢美国协助咱台湾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嘛希望讲会当透过经济合作，和台美关系会当更进一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国防自主，接下来还会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3%以上，持续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展现我们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As I watch the efforts of your ministers and the leadership of my friend Admiral May align to your strategic approach of a whole of society defense to deliver deterrence, and the pace at which you are working is nothing short of inspiring. 这阿奎利诺是表示讲，这是伊5个月来第2届来到台湾，伊强调这台湾民主发展是对区域和平稳定是真重要的，也讲会继续来支持咱台湾。也那赖总统是表示讲，会继续来强化国防力量，甲自由民主徛共阵，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甲稳定。
另外来看，日本的自民党的众议员高市早苗呢是带团马来访问咱台湾，昨龙总统热情就是有假意来见面，也感谢日本伫一寡较重要的国际场合，拢有出声，而且出力来相挺咱台湾。也那高市早苗是讲，除了促进这台日的关系，也希望爱来加强合作，确保台海的和平加稳定。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等人。赖清德致辞时阵，感谢日本政府伫重要的国际场合，几多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双方合作建立飞航供应链。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日益扩张，我们希望台日作为彼此重要的经贸伙伴，能够在半导体、能源以及 AI 科技等领域持续密切合作。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64岁高市早苗，去年甲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竞争自民党党魁失败，因故依然是日本政坛重量级的人物，因为伊从前以来正受到日本已经过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动向。互人认为是安倍接班人之一，不做过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总务大臣，抑个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等职务，对国安甲经济事务正了解。伊甲赖清德见面了后讲，除了台日关系，甲美国、澳洲、菲律宾的共鸣，因为共享价值也加強合作。加えて台湾、日本、にとどまらず、アメリカ、フィリピン、オーストラリアなどこのミニマルチ。高市以这段会见赖总统，也拜会前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就台日关系、科技政策、加经济安全等问題交換意見。けれども、台湾と日本が技術協力をしていく、そして台湾も日本も世界にとって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地域、国である。そう思ってもらえる。要は不可欠性というものを強化していく。これが私たちの平和を守ることにもなると考えて。在问伊两岸关系时阵，高市早苗讲，袂应互中国侵略台湾的借口。日本正愿意保持台海和平稳定，在和平的情形下，甲台湾互相交流，共同创造繁荣合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着要来应对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呢，咱的行政院是提出4100亿的特别条例的草案。在野党就质疑讲，这当中呢要保护台电的1000亿到底是啥物意思咧？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讲，即卖呢咱国的电钱已经起到一个坎站啊，希望卖个起啊。另外呢，核三厂的第2号机组呢5月17就要甲关起来。外界是交烦恼讲，咱这个小拖拖来发电，敢会被复市咧？行政院长戴永泰表示讲，新的机组那陆续加入发电，安尼2032年进前，这供电是无问题。伫核三厂2号机5月17入役了，台湾将会正式建立飞核加园。不过核电归零，火力发电将甲欠的所在补起来。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将来会有新的发电机组加入，供电无问题。核三厂2号机除役之后，所减少的备载容量率也大概是3%左右。继续的发展多元绿能，用深度的节能、科技的储能，再加上安全电网韧性的加强，我们认为在今年甚至到2030年、32年之前，我们发电量是足够于来支撑国内所有产业。不过学者质疑，伊讲核电的无碳机载电力消失了。只敢让用高碳排的电力来补充，对供电的品质一个空气品质拢造成影响。现在政府又希望把燃气发电的占比提高到50%，但我们知道天然气的价格是比煤炭还要来得高的。但不管怎么讲，它还是一个火力发电啊，所以就像你讲的，到时候就会发出来的电是又脏然后又贵。天然气了哦，还有增加的这个无碳的这个绿能。这个空气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拨补这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一次因为关税的这个紧急的这个对应啊，大部分的业者都有在反映说电价的部分呢，事实上到了一个临界的部分了哈。那希望我们不要再调电价。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这边的代志反映产业界心声，讲台电的债务利息是1年300多亿。希望朝野通过特别预算，用设计用余来拨补台电1000亿，
和台电更加专心伫咧经营管理。一再的要求政府不要轻易的调涨电价，为的就是顾民生，为的就是稳物价，要抑制通膨。这不就是过去蓝白在野党所要求的主张吗？并不是之前没有给台电钱啊。如果你家有小孩子在做生意，难道他每一年亏损2000万，你身为父母你就每天就一直给他钱吗？当然不是啊。国民党讲，政府应该对能源政策的调整有明确的承诺跟作为。民进党是强调，半岛台电是坚决用电稳定、电网轮性，无应该甲恢复核电提做回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造畅水南海群号呢，即马进度是有去测到4月的海上测试可能是关袂赴啊。咱的海军是表示讲，目前呢已经进入上尾仔的阶段，当去校正这个系统，希望讲伫今年9月30以前会当完成这个海上的测试。外界是真关注讲，刷落来这7只畅水人，若准要改动这个预算，敢会受到影响咧？海军是来回应讲，着爱等完成海测了后，才赶紧加入法院来报告。国造将港海军号交予大船建造，负责台海水下防御的重级代任，即马却拄到困难，进度延前。原本是4月要开始海上测试，不过因为天港测试有几项缺失，无完成改善，4月海测目标恐惊会跳票。这次海军伫咧预告讲，甲大船已经尽上大的努力，即马以达成避便出海做目标。因为大家也关心海军号延后海测，是不是连带影响所落来7代将舰的预算改动案？通过海试之后，那经过立法院的大院实施报告之后，才可以再动支的预算。那这个部分，如果在今年的9月30号我们完成测试之后，我们就会向立法院来实施，大院来实施一个专报。海军强调，将舰是关键战力。会以9月30进前完成海测做目标。另外，国军强化整体战力，目前予一个E2K 无经机旧能正旧。国防部向美国方面提出军购清单，空军想要采买 E2D 无经机，也个 HH60W 搜救直升机。海军是想要再度争取 MH60R 反舰直升机。不过，团讲美国方面以无符合无对称战力。买配合台湾 E2D 无经机加 MH60R 反舰直升机。反舰直升机当然具备的机动，它可以大范围的搜索。那这个能力跟需求，海军是有的。那有关新的直升机的筹获，或是现役机种的后续的可能的性能提升，整个这个整体的规划，那目前我们都在整体的评估作业之中。任何有助提升战力的武器装备，我们都会透过各项的会议。与美来做这个意见的交换。面对中共敌情威胁，国军建军备战无停来。29公布侦测强机27台次，再加上强舰9台次加公务船1台次出现伫台海。因那美国的海军驱逐舰劳伦斯号23经过台湾海峡，但是咱方正罕见无公布。这次国防部回应讲，美军的舰艇通过台海符合自由航行，未特别对外公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有风声讲吼，这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伫咧拜二暗来宣布调整汽车的关税，就是为着要减轻因美国国内汽车制造业的负担。根据了解，这新的措施呢是包括着减轻外国零件的关税等等。咱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讲，政府是希望甲美方来谈判，甲关税降到上低，上无是袂当比咱的竞争对手要搁较悬的。有一寡业者是建议讲，咱会当用定价的方式来办。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关税政策，引起美国汽车产业组织联盟甲川普提议，希望卖甲进口汽车的零件扣25%的关税。若无致使汽车的销量减少，价效阁加悬。有风声讲，川普可能伫咧拜二暗时宣布调整降低汽车的关税。针对这点，中经院预测，美国可能甲台湾扣15%至20%的关税。经济部长郭志辉嘛提出伊的看法，希望能够谈到最低的关税，不能够比竞争国家高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谈判的部分。我也不认为说他那个高关税30几%的关税会一直维持住，他会逐步的调降下来。他愿意调降，除了外部因素以外，最重要的是内部的因素。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台湾甲美国5月份的时阵，针对关税也会进行新的一轮的谈判。以目前的规定来看，汽车的关税是17.5%，营业税是5%。
排气量2000cc 以下的小客车扣25趴的废物税，2000cc 以上的是扣30趴的废物税。货物税能够下降的话，车价就会跟着下降。定额的方式，看政府直接把进口车跟国产车一律降为多少，需要再讨论。产业界认为讲，车的价销贵是因为废物税，不是因为关税。所以，若是调降关税，进口车甲国产车价销就会有争差，对进口车较有利。不过，却冲击到国产车甲零件的产业，统计汽车整体加上零件就业的人口有83000人会受到影响。从量从价，那都是一个方案。那我觉得这两个税的设计上来讲，主要都是要降低国内组装厂的生产成本。专家提醒，经济部要定出国产车家己制造比率的规范，会慢慢提高家己制造的比率，希望在2026年了后达到35%。今嘛，阁拄到关税的考验，台湾汽车的产业链敢会出现新的局势，嘛受大家关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今仔日早起，伫高雄的小港机场有一架要飞去越南胡志明市的飞行机，伫透早7点半起飞了后，无偌久就搁随飞倒转来，是伫8点45分又搁再降落一摆。航空暂时表示讲，这架飞行机呢，伫加油加刷了后，搁再起飞，机顶旅客163人是全部拢有载走。那越南航空是表示讲，这飞行机飞倒转来，毋是飞安的问题，是有文件出状况，所以详细的原因就等机长来解说。航空轨迹显示，这架班机9点半为高雄小港机场起飞，准备前往越南胡志明市。但是，这架越南航空 VN581班次已经是第2届起飞。班机早伫透早7点半已经出发，煞伫飞行半点钟了后要求转来，伫8点45搁再一届降落伫高雄小港机场。哇，这样，那是太恐怖了吧？有没有觉得这个错误蛮离谱的？对，蛮离谱的，对啊。怎么说？还是我们先回去吧。那就只能在这里吹冷气休息，不然没办法。高雄小港机场表示，当时飞机顶163个人平安落地，航机加油了后9点29分原机离场。根据了解，这架班机转来的原因有可能是人员未记摕飞行记录簿。我相信不用折返。降落之后大费周章，取得这样的请给好，相关的这种纸本资料，我觉得传真啊、后送啊，或者是发的电邮都可以好。越南航空表示，飞行机转来原因毋是飞安，嘛毋是袂记加油，初步掌握是甲文件有关的状况，毋过确定原因，爱等飞行机落地了后，才会当甲机长来了解。嘛有前机师来表示，就算飞行机起飞，有一寡文件也是会当后补，似乎无听过因为文件的关系造成飞行机转来。公司新闻王刘婷、陈显坤强报道。诈骗又过来啊！最近呢是袂少人小连续去接到假的监理站的电话，问讲，你敢是有办车辆的过户咧？所以要求民众就来提供身份证号码，也佮有银行的资料。另外呢，台北市也有女性是伫邮局领200万的现金，煞讲袂清楚到底是要创啥货。警方无排除就是拐人投资的诈骗行动。6号、10号，请到3号柜台，谢谢。民众去银行领钱，一时啊讲要买厝，一时啊讲是要装潢，了后佫改喙讲要出国佚佗，讲这话安尼翻来翻去，互银行的行员感觉伊无啥对等。他之后如果就消失就不见了，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了嘞。都惊这个负责人去互骗去，警察去现场甲扣控，而且总算讲，伫赖群组内底有老师推荐伊买股票，伊要讲200万类投资 ETF。不过，警方无排除是诈骗集团，趁美国进前打宣布对顶关税的代志，台湾的股市大落，被骗想要贪俗的人入场。外口有窗啊无？会走无？即马诈骗是4件赢飞，新北市警方侦办一件公车毁损的案件，这个嫌犯秘伫便所内底，刚刚都唔出来，警方将门洞开，甲伊抓起来。后来一个查落，发现伊有9条的通缉在案。其中就包括诈欺。经查证确认，该名男子为杜男，且为9条通缉犯，主要依窃盗通缉、诈欺通缉及恐吓取财通缉，解送新北地检归案。诈欺的手路是百款，唔拿骗人的钱财，嘛骗个资。就诈骗集团假做是监理机关，先惊问讲敢有办车的过户，就算民众讲无，嘛会甲骗讲伊的身份可能去互偷用，
都要随核对伊的资料。用我的名义车辆管理科科长跟他要一个身份，说他车子有来这边办理过户，需要身份佐证的资料。民众大概会打电话来给我，那我上周也接到好几通，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电话要证件。台北市区监理站过去一礼拜，就接到至少6个人来问讲，伊的车敢有去互过户的代志。监理机关强调讲，办过户、领牌、未卡电话要求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的口座等等的个资，嘛紧急发声明说明，较免有人搁去互骗大骗。公视新闻台北新北报道。除了咱头拄看到这假的监理站，也有拐人投资以外呢，咱其实看到讲这诈骗的方式手路是百款，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其实这天下之间呢，并无遐尔好康的代志。今仔日卖个骗啊，这个小单元特别请苏眉来替大家解说，这诈骗的手路到底是要安怎来预防？是主播，咱即阵这诈骗的手法是百款，而且佫一直咧换新，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根据这警政署的统计，这今年3月受理的诈骗案件都有16000多件，去哄骗去的金额就达到70亿9000多万。除了咱一直咧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投资诈骗，也佫有网络交朋友的骗局。今仔日个卖个骗啊，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生活类的诈骗。这款类型的诈骗，运用的是咱生活当中常常咧出现的代志，所以讲就佫较盼去警觉到。上接出现的，就是咱顶一条新闻看到的，诈骗集团偷用这政府机关的名义，叫你都要提供个人的资料、银行的口座，一步一步甲你管钱。顶个月，佫有一站是叫做财政部寄电子批，讲你这欠发票的债务问题，叫你都要点网址入去处理。最近佫有警察通知你，这停车费无纳，也是 ETC 扣钱扣无到的，亲像这发票也是停车费，这拢是日常生活当中不时咧出事的小可代志。所以讲都有真侪民众就照指示去处理，转去互骗去。另外，咱就要来看这亲戚朋友之间，人的囡仔也是冲不参加比赛，去共投票支持，一个是真殊常。不过，这阵共款嘛是变做是诈骗集团的手法，这投票的网址甲点落，资料就泄露出去。所以讲，就提醒大家，这别人传来的网址是千万唔通乌白点。要若是上尾这项伫咧网络顶参加活动得奖，就会足欢喜，个心就会降低。这个时阵，诈骗集团就会甲你讨资料，讲要登记。佫会麻烦你先汇这奖品的运费，因为这运费拢通常是干那几十块啊尔，所以讲大家嘛袂去怀疑，甚至讲知影去哄骗去了后，嘛想讲这都无偌济钱就准拄煞。所以讲伫咧遮都要呼吁大家，万不宜去哄诈骗，无论是金额偌济，一定要报警察，千万唔通嫌麻烦，唔通惊见笑。找这附近的派出所，也是较105的专线，网络报案拢会使。嘛要赶紧把这相关的口座，也佮有信用卡停用。上界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讲，这处理的时阵，诈骗集团可能会搁再出手，因是会假做假律师、假机关，讲要协助你处理案件。所以讲，无论这去互管的金额是大条也细条，大家一定要报警察。这毋但是保护家己，莫去受到伤害，嘛是防止别人受骗。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交转去互主播。好，咱感谢苏眉的解说。接下来要来关心的，就是这个新瑞国际网络公司的负责人，伊结合家己所创立的支付的平台，讲若准伫伊遐标会啊，安尼若无标到的人是会当自动刷落去，而且呢，这收落来的奖金是会加较侪。台中地检署调查认为讲，伊是涉犯银行法等等，所以已经甲伊声押核准。总部伫台中的新卓国际网络公司甲中华资金交易所，互检方查到，透过标会涉嫌违法吸收资金。检警这个月18所查考公司的口座、汽车、厝顶财产，而且向台中地医生申考后裁定核准，保全金额拢总30亿。新卓公司涉单的负责人涉犯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声押禁见核准。其他6个人以20万到300万块交保。检察官讯后认定神说公司诚信负责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嫌疑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检方调查新创公司宣称研发自动缩表标会平台引进大数据，而且结合中华资金交易所第三方支付，会员入会了后，20个人就会当开标，得标者就会当领当期的总标金，若无得标就会透过电脑自动缩表。资深投资经理林表示，新创甲中华资金交易所两间公司各有高收益、高奖金，也各有歹销的风险。公司内部无透明，早就有投资的疑虑。标榜一个很高的收益，而且是保证的高收益。然后第二个呢，又发给业务员很高的一个奖金。那这两个其实就充分的表达一个问题，是说，那请问这个利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就所有投资人都是会看，那只有一个会投，就是公司。所以公司有没有就是主要的会投，然后把所有人的钱全部拿走？新创公司甲中华资金交易所今年2月，捌伫咧网站反驳诈骗，强调拢是合法经营。也毋过4月封锁早了，又搁发声明讲全台交易所停止营运，口座嘛去互冻结。检方嘛正罕见发布电子表单，呼吁受害民众会当家己写资料，或者是透过司法警察等报案的管道联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着这环保的目标，即马咱的政府是当咧推动能源转型，也毋过其实民间团体调查所发现，讲即当中呢是有6成的工会毋知影这净零转型可能会互因的劳工无头路，而且薪水嘛减少。另外呢，有7成以上的头家，因是毋捌甲因的员工来讨论过这转型的对策到底是要来安怎做，所以民间团体就来呼吁劳动部爱提出相关的措施来保障劳工的权益。环境部长裴启明伫咧3月份和全台28间的大专院校合作，成立环境部净零日领人才培育联盟，就是希望台湾有更较侪毕业生会当正做历史产业相关的人才。不过有劳团指出，政府伫咧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无去注意到劳工的权益。今天政府推动的绿色工作跟我们的人才培育不能够衔接。如果今天创造的绿色工作并不是劳工能胜任的，因为没有培训嘛，或者不是这个未来所需要的，那这个根本就不能够接轨啊。民间团体也透过产业界和学界合作，做一份调查，发现讲台湾有将近6成的工会无清楚净零转型对劳工的影响是啥物，敢会失业，敢会降薪水，而且调查也发现讲有7%的头家从来毋捌和工会讨论过转型措施。到2050年的时候，可能就有数万人会受到冲击。那这一份是公开的一个劳动部的调查资料。那我想，其实既然劳动部已经看到这一份资料，事实上也应该要针对他们目前推估出来受影响的产业，开始去做各方面的支持。面对真侪高脱败产业的劳工，若无转型成功，可能就会去互人汰掉。面对失业的危机，民团也靠家己的力量推出来公正转型和工会角色的教材，希望帮助工会掌握转型的资讯，争取协商的机会。因也呼吁政府伫净零转型进程，也要兼顾劳工的工作权益。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清明过了，这黄霜雨就得要来啊！气象署照英国的模式来预测，讲今年这黄霜雨呢是会伫5月中旬以后，各地气温是正常偏温暖，也毋过这雨量可能是会较少啊。啊，那中部以邦呢是较早落雨，差不多5月初就会开始。已经来到4月底，就要进入梦境雨季。气象署预测，这对梦境雨方面发展的热浪季风的指标有帮助，有机会伫5月底出现。根据英国瑞士的海洋甲大气状态分析的结果显示，预测今年的梦境雨季，各地平均的气温是正常偏较温暖，总雨量是正常偏较少的机会较大。主要的雨区拢伫中南部的山区，这对当经过秋冬大水期的中南部来讲，是真重要的水资源。不过，嘛要注意，梦境雨季伫要结束的时阵，嘛有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高温。中部以北通常它的雨期有机会开始比较早一点。大约是在5月上旬就有机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况。那南部的话，则普遍是在中下旬以后，甚至于有时候会更晚一些。那如果我们统计在历史上容易造成非常显著降雨的时期，则主要是落在5月的后半个月到6月的前半个月这段时间为主。那这礼拜天气的方面，这2天温度回升，天气较烧热。不过拜四方面挖近北部的海面，水气变较高，落雨的机会明显增加。中部以北过道有的所在，较会落西北雨，尤其是5月初4、初5，方面通过台湾，加上菲律宾东南边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路线也会观察。
如果说有热带系统的北上，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西南风的往北的这个走势呢，会比较影响到比较偏往就是热带系统去靠近，所以说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锋面的结构，进而影响到为我们附近带来的降雨的状况。气象署副署长洪景山指出，去年全世界经过有史以来上热的天气，不过回头看台湾去年的寒冷，却是11年来上介寒的冬天。充分反映出气候变迁之下，世界各地拢伫经过过去真恶理解的天气变化。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交通部公路局原底是规划伫6月初2开始呢，一般车辆考驾照就要增加基差确认这个项目。若准无做，安尼就是无及格。民间团体是来抗议讲，其实进前甲公路局开会时阵是还未有共识，所以袂当直接就安尼施行落去。那公路局是表示讲，这只是内部的建议尔，还未正式公告。落实教训改革，终结交通地狱。几下民间团体和民进党立委林月琴29早起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交通部公路局顶礼拜邀请各界参加驾训考照制度交流会议了后，家己对媒体讲，对6月初2开始，小客车考照会新增加基差确认。考照的人若是无做到就无及格，对这民间团体是表达强烈抗议，认为讲外界还未有共识，公路局就把民间团体当作是错误政策背书的工具。这个呢会影响交通车流以及安全，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改为在路口处急欲行穿线时，应该摆头确认是否有行人准备过马路。民间团体讲，基差确认敢若适用伫特定情景，譬如讲是高铁和市区公车等等。对小客车考照有4大诉求，包括建立一般驾驶和高龄驾驶回分制度，整合实体和线顶的课程，一步一步恢复违规的纪法和强化违规的公式，和对驾驶教练和考官水准应该严格评管等等。应该重新检讨记点制度的设计，朝向逐步恢复违规举发，以强化道安奖息的执行。这小型车新增这个指差确认是内部研议的一个项目那还没有公告那实施日期也只是预定还没有确定。公路局强调讲，目前小型车考照是先增加基差确认，敢若是内部研议的项目尔，还未公告，因为考虑到外界意见无同，后壁邀请相关单位搁严商滚动性来检讨修正，强化整体的交通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罗西亚总统普廷4月28宣布，为着要纪念苏联打赢二战80周年，5月初8至初10这当中呢，是会暂停来攻击乌克兰。那乌克兰是表示讲，若准你要停火，就应该爱来真呢，唔通为着要纪念游行才来停火。俄罗斯总统普廷28伫圣彼得堡来发表演说，宣布和乌克兰的战争伫5月初8到初10停火3天，这嘛是罗西亚年度的胜利日庆祝活动。基辅质疑讲，既然要停火3天，啥若无爱随停火至少30天，安尼嘛较好替将来的外交谈判来铺路。Зараз от знову чергова спроба маніпуляцій. Чомусь всі повинні чекати 8 травня。对普廷雄雄宣布，会当看出罗西亚敢若对和平同款是有兴趣的，但是这看到乌克兰和欧洲盟友的眼来是有争议的，嘛是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拍拼，但是感觉愈来愈恶杂的部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罗西亚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27敲电话，表示讲，即嘛是需要结束战争。伊当阵就表示讲，川普希望的是罗西亚和乌克兰永久停火。President has made it clear he wants to see a permanent ceasefire, first, to stop the killing. While he remains optimistic, both leaders need to come to the table. 克里姆林宫表示讲，到时庆祝活动，普廷会邀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国际领导人来参与。这段期间内，所有的军事行动拢会暂停，而且相信乌克兰嘛会做得到。若是俄方无遵守，陆军就会有充分和有效的回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欧洲地区的西班牙、葡萄牙，也有法国一寡所在呢，伫4月28当地时间中昼过了，是熊大规模的停电，所以影响到因的交通，也有民生的生活。西班牙甚至是宣布有5个地区是进入紧急状态，那葡萄牙也来宣布能源危机。这条大停电的主要原因呢，即马是要搁咧调查，那准备全部来恢复供电，可能是要1礼拜的时间。
突然间大停电，和规个伊比利半岛规个混乱，交通破解。葡萄牙离斯本的机场外口，看到真侪人坐伫咧行李顶头，唔知要如何是好。有一寡拄落飞机的人无车通坐，规气拖行李用行。不过到尾暗时阵，有一寡所在有电啊，大家则较轻松。I don't know. It's we probably scared. It shows how dependent we are on it. But we were actually most afraid of walking back home when it's dark, without the street lights when it was dark. 马德里的阿托查火车站也真侪滞留的旅客，大部分人拢坐伫咧涂骹等。Sobresaltada porque si no conseguimos volver a Barcelona, de ahí tenemos que tomar el avión para nuestro país. Y si perdemos el vuelo. 这边大停电，互民众底站行行，西班牙、马德里超市就出现抢买物件的人，真侪镜顶头拢是空空，尤其是卫生纸、糖啊、罐头甲水。Estaba en el trabajo y se ha ido la luz de repente y ha empezado toda la gente a comprar. Lo que pasa es que esto genera pues, un poquito de incertidumbre de que lo que pueda pasar y la gente hace las compras más necesarias por si acaso. Pero veo que todo el mundo está llevando puras chuchas y cosas así y el agua ya no hay agua y no hay que quedar alarma, sino llevarlo. 这边大停电影响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一个法国南部的一寡地区，总共6000多万人无电通行。因那原因，怎么至少会当确定唔是网络攻击。No, until now they don't have already identified the cause, but there are no evidence that was any cyber attack. Nunca había ocurrido una caída a cero, como se dice técnicamente, del sistema, y lo que se está haciendo es ahora mismo ejecutar la recuperación de forma progresiva y prudente para evitar cualquier tipo de retrocesos en las próximas horas. Y el problema principal, como saben, está en los trenes. Renfe, Adif y también la UME, a la cual quiero agradecer nuevamente a las Fuerzas Armadas. 伫5秒钟内面就失去151瓦的发电量，差不多是西班牙全国电力需求的60%。这种大停电伫欧洲正罕见。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的电力单位怎么一个找无原因？虽然有葡萄牙电网营运商讲，有可能是因为罕见的大气现象所造成，不过伫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这拢只是猜测而已。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在第一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台南呢有民众咧坐公车的时阵，发现这个司机是哪塞车搁哪用手机啊，而且呢是2台手机啊拢斗阵咧用。这画面伫咧网络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客运公司调查表示讲呢，这个司机认为讲伫咧手机啊架顶头来操作，安尼是袂当算讲违规的。市府是照公路法罚这客运公司9000块，也若客运公司除了毁失的，也甲司机来记告。民众透早坐公车赶要上班，却发现司机不时额头咧看放伫咧巷道路边仔的2支手机啊，搁哪塞车哪使用，引起安全争议。画面传起伫网络了后，客运公司嘛出面回释咧。对于构成危险驾驶之因素，本公司将以工作规则进行记过处分，并请其撰写自行报告书，并会将驾驶进行全面教育。对于行车无关之行为，皆予全面禁止。公车司机认为，把手机放伫咧架仔使用就无算违规。不过，台南市公运处表示，违规的司机确实有伫咧赛车的过程当中使用手机仔，做甲驾驶的勤务无关系的代志，会依照公路法，甲客运公司罚9000块，也若司机嘛，互人记告处分。公运处已经依公路法开罚9000元，即日起，公运处也会派员随车稽查栏干线，加强督导。公运处提醒业者，就要加强教育训练，若是佫出现违规的行为，是绝对会罚，嘛要求改善，来确保服务的品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花莲县府逐档拢会分生活物资券，或者中价收入，也是信心奖励者。今年这金额呢是对800块提悬到1000块，而且这发放的对象哪像有放零。民代就咧这支花莲县府呢，就是伫大罢免的时阵，用钱买来买树人心。这是花莲县府当咧分的生活物资券。内底有印花的图样的，都是今年要分予中价收入户，或者是信心奖励者的生活物资券。不过今年为800块调悬到1000块，而且有部分用过袂当领的人，今年煞会当领。
一种类型是他过去都没有领过，但是这一次他却收到通知单可以去领取。那另外一种类型是他是重度身心障碍者，但是过去都没有收到通知。关府社会处解说讲，今年拢总分23715分，甲旧年来比并无分较济，会为800块调整到1000块，是因为考虑不计起。其实物价也都一直飞涨，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考量这个。那另外还有就是说，那去年04、03地震之后，那其实这整体的状况其实都不好，对于弱势的民众来讲也是雪上加霜。因为最近拄好是百变补困基金敏感的时刻，即马调关生活物资管，还有本的对象感受增加，引起民代志己讲，物价每一年拢在起，不过是安怎过去并无调整。花莲有每年10亿元的矿石税，那当时也说要做很多的社会福利。那如果你只有调涨200，跟你一年收10亿元这样的一个课税收入，这样是不符比例的。官方强调讲，发放的对象甲旧年来比并无增加。今年的生活物资管为4月25开始分，会当使用到10月31到期。那对领的资格有疑问，会当甲官府社会处来探问。国视新闻花莲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粪扫焚化厂，伫4月16的时阵呢，互人发现这排出来的浓度是超过标准有10倍遐尔济。环保表示表示讲，这厂内是有供线破去，伫征收了后4月22日才个电开。也毋过伫电开了后呢，这民众发现也是有超标的状况。民间就来怀疑这县政府呢有可能是来放零检测的标准。也那环保局是表示讲有遵守环评，希望大家唔通误解。台东县粪扫焚化场日顶启动小粪扫，即马空污排放资讯看榜的数据显示讲是符合国家标准。不过有民众伫环保局的及时检测的资讯网页内面发现讲，本地是国家标准和环评加严标准数单两个拢有，但是即马加严标准的单位是熊熊无去啊。民众质疑讲，敢是县府放弃当初启动严格把关的承诺？你做的承诺，然后现在是做不到，那只有1年的时间，我们焚化炉的契约有多久的时间？那未来可能只会更严重，不会变得更好。环保局表示讲，并无放弃环评当初时的承诺，这2套标准拢伫咧，只是为着要互民众更加清楚理解粪扫焚化场的空污敢有超过国家标准，而且嘛做排放空污采罚的依据。这2套标准目前都还是维持，那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当然，我们希望在网页的呈现上，能够更明确，然后更客观的呈现我们监测的数据给大众来做查看跟监督。不过，根据环境部固定污染源管理公开资讯，台东县粪扫焚化场对前年试营运到今年正式营运的期间，都仿照空污法罚10几摆啊，但是却无看到违反环评法加严标准的裁罚。环保局讲，目前环评加严检测的平均值并无超标。不过，市民代表的意见无同，伊认为讲对这2套标准来看，环评加严的标准有敢若无？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云林土库镇的粪区里呢，有一搭放塑胶的场所，伫4月27的时阵发生火灾。因为这现场有真侪塑胶粒仔，所以一个烧起来呢，这空气污染是真严重。环保局表示讲，这负责的业者呢是无牌营业的，而且呢，即马佫发生火灾，所以除了照这空污法去甲开发，也会照废弃物的清理法来移送侦办。27号中昼，云林土库粪区里这处塑胶堆置场，因不明原因起火烧起来。导致火势一时无法度控制，经过2点外钟火才拍花。虽然无造成人员伤亡，但业者表示再无损失上10万。我会加工去申请绽放的收证。对。你有什么资料吗？我无查，我拢无查。塑胶混合物跟塑胶粒这个面积大约1200平方公尺哦。那我们发现现场是一家未登记的一个特定工厂，未经许可那现场因为管理不当，所以产生一个火灾。环保局表示，因为当时的大火一时无法度控制，导致乌烟一直冒，造成当地空气污染。当场向业者以空污法告发，上悬会当处500万罚金。另外，这处长青病的土地经过调查，嘛无向主管机关核准。都堆置废弃物。我们发现它未经许可，主管机关的一个许可那提供土地来堆置废弃物，所以也依照这个废清法第46条来送司法单位侦办。环保局表示，虽然业者讲伊只是暂时堆置准备出货，看发生大火意外，但环保局强调，无经过申请就随堆置废弃物，
会当以废清罚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将依法移送侦办。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再来看桃园中坜伫半暝时阵呢，有34台乌多摆互人飙工甲杀互倒，警方查到一个姓林的女性，已经甲伊移送地检署侦办，也来提醒民众无会破坏这别人的财物呢，上当时会关2档，拘役也是罚到15000块。规排的乌多摆拢互人杀倒伫咧涂骹，为目具照后镜破去，为车卡被敲着伤。代志发生伫咧中坜福州里街，受害车主看到这种情形，赶紧报警。因为我今天早上出来才发现这一排摩托车几乎都被推倒，我也是蛮惊讶。对啊，第一次看到。凌晨2点半，我刚到家，然后听到楼下有人家情侣吵架的声音。早上邻居就跟我们讲说，楼下车子都倒了，我们就下去看，然后就看到整排都倒了。这个查某人正大力甲停伫路边的乌多摆杀倒。警方伫到透早3点半接到报案，遂派人到现场处理。初步了解，这个44岁姓林的查某人，敢若是甲查甫朋友冤家了，心情歹，甲停伫路边的34台乌多摆拢淹倒。获报在福州2街一带有现行犯正毁损机车，立即派员到场处置。经了解，林女疑因心情不佳而推倒路旁约34辆机车。这件乌多摆互人恶意杀倒的事件，警方到场了，依照毁损罪嫌逮捕这个姓林的查某人，事后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也通知受害车主到警局做笔录，同时提醒民众损害他人的财物，相当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5000块以下罚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前金区有一搭大楼的工地，伫2022年的8月，因为这地基放弃，所以造成边仔呢7间犯厝拢正做是危楼，搁去互拆掉。这当中呢有6户是甲建商来和解，原底是讲这建商要起厝来互因住，要毋过其实司法到呾已经要3年的时间啊。这新厝是一个影都无，受害的住户是讲这建商呢闹一久无钱，就无要搁再插啊。几落台南空车伫边仔等要灌酒，高雄自强1路的这个工地，建商已经换人当咧重新起大楼。2022年8月施工的时阵，造成隔壁7间犯厝地基挖空放弃，厝嘛拢拆掉。其中6户选择和解，由建商协助重建。不过，甲呾已经要3年啊，当初的大楼已经起到12楼，民众的厝虽然一块砖啊都无块。住户讲，建商敢若塞一久无钱，都无爱插进。当初讲要补贴税厝，嘛是补贴半年，都花无钱。市府嘛敢若爱进私底下去协调。和解伊就讲叫恁家己私底下去调解啊，以房养老也不行啊，要贷款借钱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我税厝啊，税厝啊，你税厝一个月偌济钱？2万5啊。市府监管处表示，这2年外捌协助住户开5届的协调会议，但因为双方无共识，即摆敢若交互法院来处理。有议员认为，建商用财务困难甲脱产的方式来推卸责任。和解书内面有写清楚住户的要求，建商拢无做甲到。虽然即摆建案是换另外一间公司在起，市府也袂当法使用这招。这个协调过程，我们只能就是敦促了，但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强迫，因为每个住户跟建商之间有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些想法，那所以都是我们还是予以尊重。在和解已经处于违约的情况之下，按照这个条文，应该不能够发给使用执照。这也是我们认为对于这个解释损邻办法能够最大的保障我们受损户的权益的一个方式。住户讲，因对建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赶紧甲厝起好，互因有所在通好住。对厝建商回应，因为双方各有看法，即摆敢若会当透过法院来解决，因无方便佮讲啥。记者柯家朱超雄高雄场报道。新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决议要甲新店青潭国小外口6丛树仔，也佮有土城司法园区内底的5丛老树，甲列做是珍贵的树木，互政府列做是受保护的老树。未来若准备修剪也是刷栽，就要由专业人员来甲做，若无是会罚到13万至60万。伫咧新北市青潭国小的外口，才有6丛60几年以上的面包树，因过捌因为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险去用错掉，也毋过经过护树团体几年的争取，当树丛毋但是保留落来，而且嘛，互新北市府列做珍贵树木，要来保护甲照顾。
除了这6张面包树在土城书法园区开发工程内底，也有5张树为90公分以上的老树，4月28日获新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列做珍贵树木。不过因为土城书法园区要时间有拍算要山寨，有护树团体批评在树保会议的时，市府拢无提出详细的规划，都已经通过山寨的决议。护树团体批评这款的做法上过露出。我希望讲会让全树管移植就是规张树啊来刷树根的部分，爱上少爱，互伊饲个至50档以上，甚至爱1档2档的时间，互伊个树啊根会当慢慢啊长，慢慢啊饲，安尼刷的时开活。新北市府是回应讲，为着保护珍贵树木，会严格看待相关计划，请教专业甲养护建议。另外，根据林保署受保护树木的认定标准，包括100年以上的老树、树围4.7公尺以上，还是树5 400平方公尺以上等等。根据林保署的统计，目前国内大约有2200丛。那照新林法的规定，未来若要修剪受保护树木，爱有树保人员的证照。目前已经是第3届有个认证办法，上期第2底进前会办培训课程甲考试。修剪啊，一撮树啊，才会厂商啊，90万的左右。因若是科班的话，可能阮就用保持方式来处理。你若讲你唔是科班的，你要爱用这个上课的方式，摕到这个树保人员的这个证书，嘛会使。林保署表示，因过照顾树丛，地方政府多数拢是委托民间修剪，也是山寨等等。所定定因为专业不足，也是经费有限，有不当修剪的问题，所以今麦由中央定出统一的树保人员考试甲培训的办法。嘛表示未来地方针对受保护树木要修剪，也是要刷，根据森林法第38条之3，拢着先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由专业的树保人员来执行。若无违者，就要罚13万至60万的罚金。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2005年 WSSA 世界跳杯锦标赛是拢总有23个国家411位选手来参加。咱台湾队呢是拢总摕到25块金牌、15块银牌，也有12块铜牌。金牌数量是排世界第3名，这好成绩也引起世界关注。比赛开始，在队友的鼓励当中，加速接票最后0.18秒就选成拍败一韩队，这是平均年岁不过9岁台湾 Rapids 队。台湾小将在2005年竞技跳杯世界锦标赛，创下好成绩卫冕。那优秀的小英雄团队2015年跳杯世锦赛在瑞士举行，台湾代表队得到25金、15银、12铜好成绩。那金牌数世界排名第3，甲冠军德国队派出108人，甲亚军马来西亚队派出37人比起来，台湾总共派出16个优秀的选手，夺金的比例是悬甲惊人。这摆各有3个3冠红加3冠后。面对比赛压力，拢未紧张。新北市遇到实验区中的选手陈秋秋，在15到16岁女子组环扫3冠，加上团体赛摕6金、2银、4铜，加做这一届上届金牌选手。同市金苹果手的小将吕友贤同款，个人3项拢全部摕到，还有干那8回临时期，也加做这摆台湾代表队年会上届3冠后。那平常练习会不会很辛苦？那小选手真野望，成功大学温宁女皇陈碧如也摕个人2冠，加做总成绩全场第2，国家队友阁摕团体组上金，还有19岁以上组台湾 Dragon 在竞争上届的组别当中，成功封顶摕金牌。杨交代中兴大学等选手读册跳杯上强，被封做学霸天团。天气、环境。路途时差都会影响选手每个表现，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做到了。世界各国411位选手，中华小将气势正强，16人全部摕金牌，也为台湾精神争取光荣。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的议题即马真受到大家重视，所以有真侪产业的会来制定减碳的对策。亲像伫英国有局长业者呢，是来制定局院的绿皮书，来保存演出的气候，也有道具等等，数量是15000外件。唔仅是剧团会当做来使用，也开放予学校会当摕来用。无论是人头骨、女仔的面壳啊，或者是中古世纪这规套的原色的铁甲衫，形例8色礼服。
这寡拢是为着专业舞台剧演员的演出所制作的配件。这么连一般学校甲业务的戏剧团体也有机会使用这寡做工正旧的戏服，因为剧院立配司发布了，鼓励剧场积极循环利用这寡舞台配件。There's always been a culture of reuse, but a lot of the assets, especially scenery, would go into landfill. I mean,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that it was being recycled, but a lot of it was being pelletized for wood burners, and you know that's only a step up from landfill. 剧院立配司的概念是伫疫情期间形成，英国戏剧艺术产业迄当阵就永续经营的想法，积极响应减碳排放的目标。立配司鼓励舞台剧伫制作时阵，至少一半戏服甲道具需求来自使用过配件。以前这款舞台剧的道具甲戏服，戏若演线就单调，这么是回收再利用。And often you find within any production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that will be best suited to totally original creative pieces, but often there are scenes or sequences or characters or events that could only be best realised by a ready resource. 剧院立配司的影视目标是依照减碳排量的程度分做3个等级。各家剧院按算2026年中期，所有的剧作拢会达到第2级，2030年就会到上悬的正0等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在，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3度到28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23度到28度。向南外岛地区20度到28度。以上就是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咱公司的业绩哦，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好，加油加油加油！公司吼一定趁钱，未来吼会愈来愈好。没的，好久不见。钱大家斗阵谈啦，长期合作的对象嘛算股东啦。小芬，那你来去佚佗啊？嘿，当然。哪里唔老当？